公嘅遗憾出嚟講，因為講自己離開嘅時節，我冇辦法。講到夾嘅順風，因為講是我做嘅國外，冇辦法陪到佢旁邊。後來我轉到台灣，我將啲到講係我阿公啲我姐姐婚禮紀念過失嘅。哎呦，歌詞的內容哈，你這怎麼你頭噶？哦，你頭髮出來嗎？哎，幫先生嘅。是他講，你也看到人家就像穿裙女裝啊嘛，裙女裝，你去問莫真啦，你就會想到嘅，因為以前我都沒有，我都沒會買，沒感情今後啊。老年大力腿，老年降下來。哎，哎呦，很鬧年，很鬧年，很鬧年哦！哎，根本嘿，這個不是要讓各位快樂的哈。對呀，對呀。對，我們要聲音降低一點。對對，也不是降低一點，就是可能要溫暖一點。哎，溫暖一點。哎，我本他個分享一下哈。哎，安尼人生當中有當到遺憾的事情，遺憾的事情，很多遺憾的事情啊。對，多多少少。我相信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給他看電視的時間，會想，哎，我人生當中到底有哪一些遺憾？事情想想看啊，對，根本來談哎呦，你親到嘅好上嘅朋友來分享。當然遺憾，其實我也有很多的遺憾啊，對啊。羅哥願意分享嗎？但我覺得今天大家按油腔都貼來賓，哦，對，我們就是要聽他們的故事。對啊，我的就沒什麼好聽啊。也不會啊，說不定你的遺憾是好笑的遺憾，是嗎？我覺得早知道以前就要走諧星路線，真的，老了才走這一塊。對，也走得很好。TVB 哈，好來，第一位要邀請的這個，TVB 劉美玲帶來9號公路。他們都這麼年輕，有什麼好分享的？對，這也不是這樣講。腳步太快，散發太過辛苦，來嘻嘻嘅讓你難看清楚，記到角落太黑，見色太過發飛，要求氣力，在愛心裡破土，愛面對愛的夢出，行才了解公路，用下心流太大，但山林東部，愛看到白色快樂，才會變真了，不need頭當夜風。總愛該散步，在擁抱與保護，不讓總在交付。安靜動搖的風景愛相襯，那條9號公路通漂亮一盞光途。在擁抱與保護，不讓總在交付。安靜動搖的風景愛相襯，那條公路就讓愛你在散發。天
哎呦，你今天很激动，美玲怎么了？啊，你哎呦，激动啊，直通云霄啊！对啊，给凶多妈比很遗憾的事情冲可以让你尖叫成这样子。对啊，太这个吗？哎呦，没有啊，看我比较蟑螂啊，有我比较冷静了，有比较 hold 住一点了。你这个20几岁的人，你人生当中会有什么遗憾吗？遗憾其实是有遗憾，但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成长。也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制作单位要我分享遗憾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有遗憾的事吗？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很遗憾，但现在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成长。就是你生命的印记，表示事情已经过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要分享遗憾的事情。说看啊，说看。那我就想了，就自己整理了一下，就想到说，为什么我要来台湾这件事情？对，我是2013年来台湾的嘛，那时候来念书，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遗憾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跟我当初规划跟现在的整个路线，对整个生活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没有在好像。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来台湾？我来台湾是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啊！爸，那这些年来不就都没回家？有吗？是有回家啦。你就负气这样，哇，离家出走，你的离家很远呢，马来西亚就过来台湾了，就当中还是有一点故事啦，对吧？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当然是负气嘛，那连没有说私底下，你只身在外没有私底下偷偷寄钱给你或者什么也没有。因为中间发生蛮多事情啦，对，但讲到那个我会有一点，好，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在还在修复当中，关系还在修复当中，没关系。那因为我一开始是念传播类的科系，然后我是以主播这个梦想来到台湾，新闻主播，对。你来台湾想要当台湾的新闻主播？对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想太多了，真的想太多，真的有就是坐在那个主播台有没有？然后以前会带我们去参观啊什么，对，真的有就是就是我们也会有那种实作什么嘛，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真的好难哦。不会啦，你这个。他这个行可以，口条可能是比较需要。对，然后那时候是还有什么你回去马来西亚当主播啊，端蛋搬搬，好，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对啦，然后口条对，然后那时候就也没有完成我想要当主播的梦想。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打很多份工作，后来就有到牙医诊所那边。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医疗类的东西，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包含口腔矫正啊，或者是植牙。临床那很好赚。然后后来我就那时候还跟医生讨论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该转系？难怪你那个时候有在做矫正然后我一个职业病，我就很喜欢看人的牙齿。就以后可能挑另一半，可能要先看牙齿再说。来，过来，嘴巴打开。择偶条件，对，好，没有缺牙可以第一关过。然后我那时候有想要转科系啦，可是后来就觉得，那时候我大2。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转了，其实我要很认真在念书，因为那个科系的话真的不好念，不容易毕业。然后我就想，可是我要赚钱，我要付学费，我承担得了这些东西吗？转科系要钱吗？不是，他们念医学系的话，时间又长，然后要很专心念书啊。对，我就没有办法去打工。你总不可能考上医学系还一直去打工不念书吧？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没办法，然后后来。我也就放弃了。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遗憾，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科系，对，所以我现在还待在牙医诊所当，不然嫁给牙医也可以啊，嫁给牙医，想办法嫁给牙医，牙医的牙齿都很好，好像也是可以，先生娘呢，好像也是可以，而且介绍一下。那你自己想办法，你可以在家里帮牙医看牙，帮老公看牙，就看你们这个牙医诊所看哪一个还没有对象的啊？不行啦，对。然后遗憾我在想，就是整个规划就是没有我走在我的想要的那个路上啦。然后对我来说，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对，这个选择问题啊。你现在毕业了吗？我毕业啦，我毕业了。那你还会想，比如说，那我再去进修，有想过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年龄层想的事情会不一样。然后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比较想要认真赚钱。我自己的话，然后也是一个目标。对，我现在目标是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是把自己的仪态就是越好这样子。
对，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对了，好好爱自己也很棒。是啊，对啊。那希望你现在的这个目标能够好好的达成啊。对，好，对啊，逐你的梦，踏实的逐。对啊，逐梦最真啊，有梦最美，逐梦最真，好吧？好 ，OK， 谢谢你分享，谢谢分享，我们再下集哈。好，接下来陈面口带来继续素材。好的，躺过来。想到天发不
客，那大拜堂吉冲狗都要惊叹一下，冲了进吼。对呀，什么？这首歌不好挑战呢，因为这个是娃娃的歌，对，没错，对呀，对呀，娃娃他唱歌哇，那个气音真的，气音真的是无人能及耶。是咚 Q，因为那个没有 hold 住哦，那个会破音。对，所以我现在有点累。这就是很累，有没有？但是你看娃娃唱这种气声的歌，好像就是举重若轻，好轻松。对，没错。他太厉害了，他的实力坚强。其实我会选这首歌曲，嘿有原因嘅，就嘿我亚哈嘿太后新年生，就是提早毕业，提早毕业。哎呦，优秀学生，黑啦，就有就是努力的修学分，先修完就可以提早毕业。哎呦，按后，我太后嘅同学同學，記得就係我們在大學4年前6年嘅時節，其實感情同好。嗰陣時就係加上班導會帶着我們全班都出遊，這樣子就是一起出去玩。到太後3年生嘅時節，嗰陣時就係我有一位同學，太後嘅同學，佢本身心肝度就有不平安嘅，嗰陣時佢就重度憂鬱症，然後。就年輕呢？對，就是他有一天突然聯絡不到，完全就沉默嘅，就學校嘅高管就人嚟講，就係很愛向他去尋嘅。唔過我唔知嗰陣時佢很愛講，我去尋佢係做乜嘅，我知道我撈到係。原本係去尋佢做乜嘅事情安尼，唔過後來我長大就係去尋佢嘅聯絡唔到，錯，就後來就發生動遺憾嘅事情安尼，錯。你都做得了？錯，因為嗰陣時佢在班上的其實人員不算那麼人際關係沒有處理得這麼好，但是我哋很黑，就是我們班其實向心力蠻好的，就是其實大家都互相照顧。唔過我哋就冇發現到一件事情，但是這件事情讓我最自責的地方，其實係嗰陣時高管很愛去簽名嘅時節，大可愛嘅數據發現講愛連他的聯絡方式都沒有。就是會覺得是不是因為我們不夠關心他，所以才會發生這種遺憾的事情。然後我們也是希望衷心的祝福他在那個地方他是快樂的。當然啦，對，只是不過你是上講的錯啦，佢自己嘅選擇。錯，他就是他是說班導師跟我們說，他不希望我們一直沉浸在這個情緒裡面，對，他覺得我們人應該要往前看，我們不能決定生死，可是我們可以活得更好。對，當然。也借由這個事情，可以多注意、多關懷一下。有上是黑暗用。對啊，只是這麼年輕哦，就是會有這種想不開。不過咩親人講，安黑上應該是很天真活潑。有啲人係個性的問題，有啲人本來就會，他本來就是腺體的問題。對，而且他有可能本來就有這種偏。他本來就是自己就是會想很多的人，那很有可能他的可能一些小事情他就轉不過去，然後鑽牛角尖這樣子。但是我覺得。對他來說，這樣是快樂的，愛你去有拉了呀。對呀。那你還會覺得很後悔嗎？其實也還唔會，就係其實，在那件事情過後，就是我們有做專題，畢業的專題，然後我們班蠻多同學都把它放進專題裡面。就是像我們有同學，他們是畫一個繪本，繪本裡面其中一個小角色就是他。對，就是他一直都留在我們心裡。對啊，班上的同學都會記得他。對，沒錯。那以後這個同學會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就會聊到他，留一個位置給他。對，他其實一直都在，我們也是帶着他的心一起畢業的。哇，好，這樣的想法很棒。對，那謝謝你的分享了，謝謝溫暖，謝謝，有同學愛啊，是回頭休息，好。黑上還沒會讀到有個事情。真的哦，奇怪，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對啊，活力滿滿的，哪有想那麼多？同學不理我就算了，不理我就算了，我也不想理你。對啊，什麼了不起？對啊，奇怪，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想唔開哈。沒辦法，就係可能本身。他的可能他的心情上本來就是這樣子，有些是醫學也是說，有些人是真的，他是遺傳，是基因問題，孤守跟沒辦法，有些碰到這種小孩，我們就盡量多關心他，多跟他接觸，你去給他朋友啊，要講情人啊，有按用個中控的時間，多一點關懷，對，可能就是那個坎。
对，好 ，OK， 好，接下来呢？下来，哎呦，讲什么呀？哎呦林奕涵，哦，带来有你有爱。好，来唱歌啦。南下列車帶愛傳去困心愛嘅你。這個心態嘅遺憾啊，就會太以後冇老媽媽共下翕相，沒有合照啊。俺媽媽同愛太好3年生嘅時候就過身呢。你一直忍着，對不對？還是想跟媽媽說說話。其實就講像老媽媽講，愛個會懂後啦，就安尼，係啊，就安尼。奕涵好，五哥好，金亮姐好，韩系女生哈，对啊，那客家嘅韩系，她大概就我一只大腿吧，对啊，少女，对啊，今天要分享一段某个故事。我的遗憾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小是给外公外婆带大的，哦，也是隔代教养，对，然后外公带到大，没有带到就是要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要回苗栗，因为我外公外婆在台中，对，然后我5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可是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因为就是很小嘛，对，所以我印象还很淡，对，所以我就连他的葬礼什么，我可能就是家里的人也觉得就是太小不合适，所以我就也连他的葬礼就没有参加到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觉得他
那你知道阿公走了吗？我知道他走了，然后我也因为这个，因为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他小时候，因为他是计程车司机，所以他会开着计程车，然后载我去吃麦当劳，然后就被我妈骂了，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模糊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我有为了这些事，这个纪念外公这件事情，我有写了一首歌。所以就是有放在你专辑里面，对，有放在我专辑，叫做《模糊的甜》，因为就是很模糊的印象，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一直都很守护着我长大这样子，很疼爱你的那个印象。这歌名很好。然后就是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因为他就是很安详的在厕所里面，然后就睡着了这样。哦，就离开，修的这么好，就是觉得他很有福气，但是我就是很遗憾，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然后出了很多的，可能出了一些作品，然后有写给他的歌，他没有看到，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我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一定有看到的。对，一定有。对，他只是在不同的空间而已，他只是就灵魂频率一定有连接的，对，搞不好他现在坐在旁边在看你啊，他可能就在你跟罗哥中间。哎呀，阿公你好，你好，阿公好，对，就是觉得我可能在走演艺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阿公有时候也会。就是感觉在我旁边，冥冥之中好像有帮助你，就像是我写这首歌，也是他给我的灵感。想到他会有力量，对，会有一个对。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力量，才会动力。对，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动力。所以你现在就更加的努力啊，对不对？做给阿公看，对啊，哦，帮你们林家做出一个作品来。哎呀，光宗耀祖，突然一下，那个成绩拉得好高。对啊，好好的努力啊，加油啦！谢谢。好，那希望你的这个作品、歌曲，不管你在演艺圈的表现，能够受到更多人关注，对，好吧？加油，谢谢，自己努力哦。OK， 好，再做休息。沙下來呢？沙來，BB 輪帶來難下呢一茶。好，彈翻啦。水茫茫，想阮已孤独好梦。冬日光照心风，伊比茶甜烧浓。发光一般冒着跌倒两三红。留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車帶愛轉去困心愛的你，思念披上鮮豔能講不出的心情，雖然寒芒變多出人挑剔，眼淚歸潮怎當時？列車飛在風中，像一粒流星，飛過都市，飛過殘花，飛過月光暝，用大意甲客唱出心情，要回來你身邊。南下列車帶愛轉去困心愛的你。披上鮮豔能講不出的心情，雖然寒芒變多出人挑剔，眼淚歸潮怎當時？南下列車飛在風中，像一粒流星，飛過都
雾气飞过残花，飞过月光暝，用大意甲客意揪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用温柔的恋歌揪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陪伴在你身边。好，大家好。因讲那客家界的陈雷啊，你家中国真的就好陈雷啊，有呢，真的。喉咙发给不服，戒不掉，怪唔听。不会，唱得挺好，有特色，特色，还有一种有特色。嘿，今日先耶稣歌曲，其实耶稣歌曲第一摆堂读的时候，就让七个党有发面，就会想到之前的故事，然后今日遗憾没有。心态嘅关系，係因為自家心態嘅遺憾啊，後就會太以後冇老媽媽共下翕相，沒有合照啊。大部分嘅合照全部都係韓式嘅時節，幼稚園啊，又係講出來歐亞之類時節。出去了嘅時節啦。係個太以後冇出去了，因為也從高中太學開始，就從那邊讀書，個還有打工啊，冇出去自習或什麼的，開始有轉部卡。所以都冇同媽媽。出去了，翕過相片，太以後真嘅冇，高中以後就冇，一種就冇啊，係親母漢就錯咧。嗰時候我媽媽同我太學3年生嘅時候就過身咧，係嗰時候剛剛講到耶穌歌曲係因為我嗰樣時我用叫做記得我同嗰樣時同學校嘅圖書館讀書，我就接到我求嘅天花，就講媽媽本就送去台中嘅那隻醫院安尼，去做開刀安尼，咁我聽到我就夾就去查條抽腹查，就夾下去安尼。嗰到嘅時候，我看到媽媽以後，其實佢一正常哦，就係喺做啲講法安尼，就講面看冇血色拍安尼啦。好，各位看到佢之後，其實我當奇怪，因為我媽媽本來就有病，迄種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對，算慢性病，嗰個叫主動脈剝離啊，就其實有點嚴重啊。各位其實有一種第六感，所以我最講媽媽冇事情，但係研究啦，但係就講第六感，其實我知道可能冇辦法。不太樂觀，對，不太樂觀。我唔哋就第直覺，嗰個我就老媽媽講嘅句話講，媽媽我做得老唔起種項目安尼。各位，有時身邊的親戚啦，就罵我，就講，有這麼不吉利啊！因為講要勇士講我翕一種相啊，安尼。嗰個我也沒有堅持啦，其實沒冇翕安尼，我想沒對我安尼用，好像是詛咒，還有以後冇機會嘅。我講沒有想到今後就真嘅冇機會嘅，安尼。係啊，對我來講，後來就開刀，然後可是就其實那感覺蠻奇妙的，就是你去嘅時間其實係傾向沒錯的講法，真爽給你。但係可是因為是內部嘅加講玻璃嘅關係，看唔出來，各位可能開到太痛脈嘅片，可能過長點位度可能有些變化，變救唔入。嗰時候佢當救佢係會12點鐘。哇！係啊，佢前後尾冇救。醫生咩當辛苦啊？醫生咩當辛苦啦？嗰個樣時就講會唔會乜個醫療糾紛冇？啊，其實沒講是說呢，就相信講太咁嘅盡力安尼啦，係啊。係，嗰時候也對我來講可以較遺憾的部分。哦，那真的蠻遺憾的。就這樣就按用強項跟醫就摸出來。係啊，就摸出來。還等11點鐘，那時間好折磨。對，其實很煎熬，很煎熬。對。係啊，唔過就講除咗講照相、翕相也應該更加想講，喺假設還有機會來挽回的話，其實
可能更加想讲，係希望有較多嘅互動機會。你講相片係一回事啦，就講也太家人就講，有時候要做事啊，要乜嘅做唔得無卡，我老太家嚟講，盡量有機會做老自家嘅家人啊，多多的來相處。你千後背以後冇機會，咩來唔猜咧安尼。講正經嘅讀書嘅時節，就有青島嘅其他嘅學校嘅事情啊，發通啊，也講交朋友啊，吹料嘅，有青島嘅事情啊，副卡你就想講遠遠的這個片嘛，爸爸媽媽遠遠的帶啲副卡，等等一樣樣。不過有時候就是真的疏於境而風不止。係冇唔錯，就相當永遠唔會投幾片。係啊，不過就會講真相來講，就大家就多陪自己的家人啊，不卡你啊，係啊，真相來講，然後不要把最壞的一面留給家人，把好的一面留給外人，這樣很容易做這個事情。是，好不好？好，那謝謝你的分享了。好，安之 C， 好，安之 C， 你一直忍着，對不對？還是想跟媽媽說說話？其實我答拜啦，就動開嘅時節係裝正經嘅啦，我會想到媽媽。因為剛剛前面，其實之前我上節目沒有講到，可能母親節嘅時候有講到，我小時候就本媽媽圖嘅，因為爸爸媽媽離婚嘅關係，故所我係老媽媽強下個感情動好安尼。其實就講像老媽媽講，我個會動好啦，就安尼，係啊，就安尼。係啊，媽媽真的過得很好，她每天都在拍完美照。媽媽會很開心，你玩得過得很好，又長得帥，是媽媽可以放心啦，哈，對，好 ，OK， 謝謝你的分享，謝謝。感謝比倫的朋友，多多休息。對，哎呦，對啊。你還衝給他死推給書記耶，馬上就連拍100張。對啊，不過說真的，這樣看着這樣好好的，然後送進去，然後12個小時以後，哇，就這個人就沒了，但是那個心裡哈，真的很難接受。而且那12個小時，好煎熬，好煎熬。對啊，我也開過刀啊。我知道。我送進去以後，你送進去以後，羅媽媽在外面，羅嫂去吃麵嘛，我記得。對。後來醫生出來說，那個羅時豐的家屬，羅時豐家找不到人，我老婆跑去吃麵了。對啊，表示就是羅嫂放心你，但羅媽就是因為是孩子，她永遠無法放心。對不對？好了，來，殺好了。主評卷帶來愛嘅朋友。來，好了。留下來嘅對阿公嘅遺憾出嚟講，因為講我自己離開嘅時節，我冇辦法，趕到佢嘅順風，因為講是我做嘅國外，冇辦法陪到佢旁邊。後來我轉到台灣，我將睇到講係我阿公啲我姐姐婚禮嘅日過世嘅。路上嘅人來去匆匆，唔知愛行到哪位去。就像愛寫嘅耶穌歌，唔知主角在哪位。最近總係想到愛最親愛嘅朋友。我都好唔好，敢要強用上到愛，故送愛寫耶穌歌本，從輪頭擺世嘅夢，因為寫完耶穌愛嘅朋友，總也是耶穌引路。從耶穌歌甘好，從阮頭擺世嘅夢，因為寫完耶穌愛嘅朋友，總也是耶穌引路。人在就像一種夢。
纯言自言来去匆匆，不好伤痛到爱的朋友，向他饮完也美酒，向他创也输落寞，从阮头摆世界梦，因为充满耶稣爱的朋友，酸也水也出音咯，向他饮也美酒甘苦，从阮头摆世界梦，因为你们也比爱的朋友，酸也水也出音咯。老哥好，陈朋友，姐，冲哪个朋友？哦，唱完还有人鼓掌，还有鼓掌哎！你有带粉丝来吗？对。哦，今天要来分享的故事，跟选唱的歌有关系吗？有关系。其实，太后个时间，我大一就是住校嘛，那大二到大四，就搬出去待租屋的，然后就去走条路嘛，存钱，打工赚钱呐。哦，你们要去给他穿那么辛苦哦。对，我就打工赚钱，想说帮家里分担一点，对，跟美玲一样。那很努力啊，很棒啊，很乖巧。而且我很佩服这种小孩子，真的。我很佩服年轻人可以很努力的、用心的去工作赚钱。然后鼓手呢，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说，某第一个太后的省番，就是很少跟朋友相聚，或是说有办一些社团活动。因为太改就讲哦，学校一定要玩社团，然后大学可以过得多精彩、多好玩这样子。大学不是都是一些假面朋友比较多？真的？不会，没有啦。太后高中的朋友都会亲厚的。对。然后鼓手啊，因为我去加有对荧幕动有兴趣嘛。太后时间跟社团有热音社。有。对。然后看到给他们就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音乐，所以你大学没有加入热音社？没有，就是没有。某时间赶你懂大宋哎，你们努力打标穿浅衫，没办法去。鼓手他们就是会办了很多活动，像一些沟通比赛啊、统计比赛、摇滚季之类的，摇滚季之类的。然后我们学校比较特别，就会有特别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去练团。社办有打造一个像铁皮屋的练团室，挪出一个空间就对了，那个空间。所以其实后来他们就组成一个乐团，叫做铁皮屋乐团。然后他们又可以把妹嘛，又可以玩，然后觉得吃东西给他们搞到啊。他最大遗憾就没办法把妹了。讲到重点了，有钱供的案头。因为玩音乐你要把妹很好把，对呀。吉他手站出来就有妹子呀。那我还以为你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活得很精彩，你才在工作上，你不是这些，你工作不是也主持啊，有冲狗表演啊，晚上的时间就很精彩，因为下班了。晚上的时间就很精彩，体力用之不尽所以他现在学的是那时候晚上下班后学的事情。那你那时候下班都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下班時間，同學就講，要出去衝狗味啊，還有他有個時間有夜店嘛，就是一定要去體驗呐，講體驗。300塊一杯飲料，然後到底這樣，夜店不是都這樣？進去。
礼拜3是女生不用钱吗？哦，Ladies Night，所以你就穿裙子进去。我当然没有啊，扮女装。吓我一跳。我就是会趁礼拜3去嘛，对不对？哦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进去把妹，就有很对那时候就多把妹女生这样子。没有啦，就觉得。白天都没有玩到了，那晚上就可以剩那点好好时间，放松一下对，可以跟哦嘿同学一些相聚啊。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借由这首歌，我可以朋友，因为泰嘎有几嘎给私家神发，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嘛。现在就是可能看那个网络的脸书啊，可以知道他一些状况，所以透过这首歌可以。帮我重温旧梦，对啊，想起当时的点滴，还会想说要找这些同学大家聚一聚吗？哦，会啊，会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1年就会聚一次。清华有联络啊，哎呀，这些同学哈，有时候就聚起来聊一聊以前的往事，也不错啊。对啊，好，那希望你往后的人生好可以都没有遗憾，好不好？谢谢，OK，谢谢，跟朋友好好保持联络。好，热休息。看一下平均，沙来，整治以带来灯呢？来，躺了。重点的一三年，一种做的一家人，有你有爱，有爱你，一重点的。記得你無才嘅年，係無着係飛，係點唔睇嘅上入耳，留下來嘅等你留半年，愛你時常再來看看你，留下。重點的一三年，一種做嘅一家人，無論你喺度哪位，永遠都係我卡給你。去甲写的歌的哦，啊，等下歌的去写的。哦，演唱比赛时间有得奖的。哇哦，真的啊，厉害！今后堂感通赢的歌，真的呢，没想到人家的哈，哎，冇啦，就感謝阿公，嘿，条条歌写本阿公的哦。哦，对，唔怕唔怕。阿公对你的什么样当中当重要哈？阿公應該最係算我嘅天的爸爸啦，對我來講。哦，但是
唔怕，我三不分出。其實出體會買哦，也當貴。其實我講怎麼講會先一條歌曲，就會因為一條歌曲這樣子會下，就會因為有遺憾，才會寫出來。咁其實怎麼講前頭專門講，第八都冇講到阿公，就講等呢，係因為從來，因為我阿公也過身已經4年嚟啦。係這樣子呢，其實係我頭一擺讀到講，我當前嘅親人離開咧。係嗰種這樣子。真係神明當中第一拜年，旁邊的親人離開就阿公啦。係，就我冇辦法接受。跟我就會感覺講，就為什麼會這樣？然後那時候，因為我阿公還說，你放心，阿公會活到90歲。對。阿公會活到89.9歲。沒有，阿公會活到82歲。對，但是就那時候，就是我就回想起來，就是那時候沒辦法接受，我就想起我跟阿公嗰時，我就想到，其實我大概想起幾個時間，都會你向下食飯嘅時間。係嗰種因為福卡就係嗰種當傳統嘅客家家庭。清火咯啊！係就係你嘅 V 也就食飯嘅 V 係固定嘅啦，就是我們有分主位，然後還有阿婆啊那個。係嗰種嗰種是一開始阿公離開嘅時間呢，嗰 V 也就หั่菜，係หั่留啲嘅片。嗰大概我食飯嘅時間，我就會看到嗰 V 就想嘅見人已經唔睬咧，唔講你嘅 V 係留本嘅，以前我見面坐啲幾片啊，留你向我食飯嘅感覺。嘅其實呢，我對阿公嘅遺憾處係講，因為嗰陣時佢離開嘅時間，我冇辦法，講到佢嘅順風，因為嗰陣時我做嘅國外，冇辦法陪到佢旁邊。係嗰種，我感覺青頭髮就唔差老佢講到，韓國其實。像以前佢非常嘅，係佢在最反對講，我要去土去吸學院啊，係喺最後我木土研究所嘅時間咧，係我寫信本佢講，我做乜解我冇去土研究所，因為我以前讀書嘅時間，全部嘅學費係我阿公付錢嘅，所以你全部啲報告都冇錯，係嗰種講是佢就非常嘅反對講，我係做愛好做嘅表演啊，係乜嘅，就老佢叫同黨叫，係後來呢到最尾，因為就是非常嘅敷衍，因為一開始才發現我原來佢有癌症，因為係你冇辦法發現嘅癌症，係嗰時呢就發現嘅時候就幾經催眠咧，不過佢看起來係很做得，係嗰時嗰陣時佢就有去醫院。後來呢，醫院過去就出來咧，出院，就講佢應該很做得哦。結果因為就拄到我姐姐愛潘福林，然後你就講佢全家向下挺好啊，做得挺機票向下去啊。結果我出去嘅前一個禮拜，我阿公一下又身體唔好咧，又入去醫院咧。你想講佢應該就留上一擺，佢就入一下就再出來咧。結果就後來我轉到台灣，我將睇到講係我阿公啲我姐姐婚禮嘅日過世嘅。我會講講對佢會講講，以前你講啊，你啲我輩唔啲喊出嘅當翻戲，結果佢經過世。佢讀木卡給你潘醫師，又讀到阿公過身，我真係講咩呢？哎呦，我老妹結婚紀念啊，真的啊。不過應該講吼，老人家佢都他可能昏迷了，不過佢很糖的多，就會給你給一年嘅好像凌晨吧，接到醫院嘅電話講可能佢冇辦法咧，就我求嘅就全部就有去嘛，想講啊，假使講冇辦法，你全部卡就會講每家嘅病全部做唔得去死去救咧嘛。後來才講有正常，佢有正常咧，嘿，因為迄個，我老母當主頭結婚嘛，佢因為佢迄就接到，外公正常了，全部人就來死去救。外公也去？冇，外公是昏迷的，全部人就死去救，死去救以後，轉去以後，我爸我妹講佢就在屋卡吃晚餐嘛，佢快一不用天發就來就講，叫講過身，他還撐着讓
就是每一个人去试完一成这一件事情。对，古时候孩子吃到弄人家，其实记得就会唔判的，他们还是会让希望你完成这些事情。其实后来就我讲对我姐姐应该是最艰苦的人，因为迄记住讲迄迄爱写唔创意咧，系嘛叫佢讲用嘅法。唔會。嗰種咩糖到咩都唔判定嘛，係不過後來你就揾一個想法，就講可能阿公因為我這就判負你啲關愛嘛，跟阿公啲嘅嘢就成個成，係咪其中嘅別個去看那樣嘅想法？其實我吃到係因為我吃我叫講咩樣樣，佢就想到人哋判嘅好好，他其實也很想撐過去，可能沒衝唔講嘅，就也有在婚禮現場這樣子。聽說係安樣嘅，真的很大的遺憾哈。是啊。尤其係講。條阿張老羅哥講嘛，因為你知道會分離，所以要更珍惜在一起的時候，會整下來就施工。好，謝謝你的分享，謝謝。好，那你就要努力哦，他很努力啦，他好棒，讓你阿公看到你更傑出的表現，好不好？謝謝。好。寂寞有言，阿姊他自己有得癌症。但是佢冇同我哋講，直到有一天他去醫院，去醫院，因為可能他肚唔掉，去醫院，佢先生嚟講要帶煙，但是我始終唔帶煙，佢去甲偷偷保護我，佢就變轉去，變轉來嘅安撫吼，佢就過身了。可能咩講到特殊呢啲，你這樣就會讓人安瞞着你們，都親密都冇會本唔到受了照顧嘅。哎呀，我要學一下你看動圖咧哈，就點樣人生當中遺憾嘅事情。哎呀，對，有搶 TV 啊，TV 係總係一帶來平板。對，唐哥啦。愛就無
哎呦，南医生好，关键国两位主持人哈，各位朋友大家好。哇，真的，对，伤后有奖。对呀，哈，今日做分享啊，人生的为他们故事啊。我讲係我睇過一開始學唱歌嘅時間，去市民大學，因為我本市民大學。哦，就那個社區大學。因為我一開始唱歌是抓不到要領。做唔到呀，就提生，哎呦，咪出來唱到都冇生。哦，共鳴點抓不到，可能有可能冇答啦。哦，會緊張。啊，你生都出唔來當西生，啊，後面係就朋友就講，一隻先生佢都市民大學要開學，要上去醫學嘛，還想講，拜六嘅時間都要下，就講好啊，就準備行樣樣，結果一隻先生佢自己當認真來欣賞，上課的時間其實就是很嚴格這樣子哈。然後可是下課的時間，佢就讓我哋大家同好，叫阿姨食飯啊，然後報名簡單，我哋出國去交流去表演。報名係我要準備升等考試，所以我就停喺冇去上課咧。升等考嘛，該東西。公務人員啊，衛生健嘛，要準備考試啊，所以我就先停喺就冇去上課咧。啊，我冇去上課，但是就是我為老先生約一段時，就是我為了約講，那段時間我要去你家看佢探望佢啊，大追顧呀。對，然後後來就一擺些，我老佢約好時間啦，但是可能冇講清楚，就是他知道的時間跟我知道的時間唔同樣。後面我去到門口等2個多鐘頭都冇門口落啦，然後打電話嘛又冇通冇接啦。有冇其他人嗎？後面就是後面我就留，因為老師冇，我記得佢冇用，沒有通訊軟體，然後我就發簡訊，然後佢講老師我在門外等，冇門口落，我剛係先轉去。後來方面我就有聯絡到啦，結果就是記唔錯時間，結果我就去嘅時間冇人都不下，就冇門口落。剛才就講啊，沒關係，那下次我們再約時間，我這個去咬下探望你哈。可是後來卻因為的事情就冇喊，就一直都沒有再約到。然後很遺憾就是講，報名來談到嘅時候，其實是同行人來講，老師已經離世了。佢多歲點點？佢差唔多要70歲吧。因為寒酸後生啊，冇算多歲啊。談到同行人來講嘅時間，佢講先生冇出嚟，覺得唉。就是那一次沒有見到，沒有覺得蠻遺憾的。對，真的很蠻遺憾的事情哈。不過梁夏先生假使有談到咩親歡喜啊，佢學生很優秀，很記得，真的，對啊，搞出了暗腔的學生，很記得係從廖碧先生學習，聊聊事情，聊聊故事。對，搞我們這個現在數位平台，搞不好他們那邊可以傳輸到那裡去，你可以跟他。也係講幾個親戚啦，做得看到咩親，很安慰啊。老師跟您學習的那一段時間是很快樂的日子。那謝謝你對我們的疼愛，然後也謝謝您對我的指導。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但是我一直放在心裡，一直記在心裡，沒有忘記。老師，謝謝你。對，希望他這個精神能夠一直流傳到我們安尼客家界啦，時時推推。對，好，安尼謝謝你分享哦，安這些哦，要帶來安和堂的歌曲，多謝，謝謝，啊，回做休息。就像講愛要及時。對，三不五時，愛要及時。對，有時候就你說是跟老師這種是一種遺憾，你跟家人那是更大的遺憾。都會強用的啦，其實都會強用，就會想到就會做。對，好嘞，沙好了，要不要分享某個故事？等下等佢來分享。唐去唱歌誒，下面蘇打綠落山歌。來，唐啦。後生拄到，
唔會差那。俗事，千金唔难，莫言了。老吉呀，穷一家有眼莫风，难做对难。日子大饼啊，爱上开啦！土豆不鸟，好福分呐！家庭密码。春风来啦！分数太高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精神强阳好，冲得很嘹亮。因为上海的强阳哈，按太白了呢。这冲狗的研究样用。来，分享嘛个看遗憾的故事，人生当中。也讲遗憾，不过想想起来还没无遗憾嘛。要不要至少咱们讲啊，前把个一些年把个遗憾的事情。就相信系50年前嘅往事啊，哈，当初周斌张转啦，就是去一间公司上班嘛，哈，跟员工心态见哦，然后个王先生迄市交，所以迄关系企业啦，在去上班嘛，都认识个头家个细个妹啦，哎呀，因为千金的啦，哎啦，王家呀，没见没想王，七家嘅头家啦，仲係七家頭家，市郊嘅七家頭家嘅妹啊呢，交往啊有交往一段時間啦，交往幾多年？冇幾久嘅啦，哎啦，要交往一段時間啦。呢個頭家是唔提一件事情啦，我假個細阿哥提一件事情咯。也冇講反對，也冇用嘅啦。不過，佢董事長有冇？
动物也没人啊，实际可能进来就会讲。我操！对啊，那咪交往一般性的印象吼，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啦。啊，像喊你讲啊，这家个频繁的生活好啦哈，都嗰种吃得个头路吃的，还冇列做，就离开到公司了。哎呀，很戇，牛呀戇。你个董事长的妈耶！你自己钦特，人家唔是不能哪底下唱歌的嘛？你搞乜做董事长？唔过公司采访咩亲难讲诶，系冇，尤其系讲系女婿嘅话咩亲难讲啊。哎呦，这驸马爷啊，有青岛妈爷来嘅发。啊，有没有亲麻烦啊？这种洪门深似海，至少你少奋斗20年嘛，对嘛？根本冇一天啊！像我自己可以去，我比全国投入就在做些啊，那边有三帮大兵嘛，要拖个好朋友啊，故作讲。家庭照顾同好，慢慢，佢而家做嚟快樂創新過，因為出嚟也冇遺憾啦。講咧，專門用嘅也冇遺憾嘅啦。哦，最大遺憾就是啊，當初冇啲交替佢。哎呀，掠下又冇強用嘅路，唔過掠下咩清好啊，係啊，後來個條路咩做到清好啊。生活和樂啊，冇乜嘅問題啦。佢做嚟快樂創新過啊，然後中國朋友大家講話呢，都當快樂事情。所以他們一滴酒啦，哈，知足常樂啊，對吧？歡喜身體健康平安，那人生心態快樂咗啊。也冇乜嘅講遺憾啦。對。咩係啊？吼，係上到頭擺清神氣。好啦，好，阿幾位做下人分享哦，好，多謝。大家認識太多。好的，做休息哈，韓主席，哎呀，這個也蠻好玩的哈。對啊，羅哥的應該更好玩吧？哎。有數不清的風花雪月，對，有時候就我們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自己想一想，哎，這還好。難怪家說唔太多了，太多了。來，沙下來呢？沙下來，用歸蘭帶來羅山歌。唱啦。散发，情更心呐，群牵毛。
过。归兰姐好，哇，公主一样。你现在变成好年轻哦，啊，黑吗？对啊，应该是站在罗哥旁边吧？最远的待了就还有上。有一多年了，对吧？哦，你的发型这样好好看哦，真的哦，真的变主角，谢谢帮我打个光。这只有发型好看而已啊，好年轻呢，这样看起来好年轻呢。那不了就还可以啦，按吃谁按吃谁。你比了几算后生啊？不要，跟我70岁呀，当然啊。不过你看伊了，某穷70岁。真的保养都懂好，真的很安静，讲，今日分享一个故事哈，头哥以前有讲过一下，因为6强的事，入6强，之前有分享过。聚赛的时候有分享前面一点点，因为佢特别皮挨来比赛嘛，錯，嗰下佢特皮挨起來，佢就會皮挨來。你乜嘢？牙齒。哦，牙姐姐。嘿，牙齒吼，佢會皮挨來，但是冇到入6強，佢就走起嘅嘛。哦，你哦。對，佢就走起嘛吼。因為我講嘅係講佢呀一成年吼。因為佢成年2個含幼稚園的事啦，佢老公就外遇啦，外遇就離婚嘛，離婚就後來就全部撈佢成年全部冇聯絡，冇聯。成年的本阿爸帶去。錯，被帶去啊！佢呢，佢去做人的看護了，看護就消失到。就後輩記留咧咋，冇結婚，但是佢同居了17年，男朋友，對，17年哈啊，也沒有入戶籍，也沒有結婚。那個時候哈，很經常，因為人哋看多咧，我講啊，你夫妻不都是哈自頭自尾全部冇人命，發生事情你就才過，哦，但是。嗰下佢唔會上眼度，因為頭擺都很自創嘛，從頭要盡每解要來眼不卡，他嘅感情嘅牽好。你看佢啦，自創佢有乜嘅本條件啊？哦，這個用自己還要上班啊，就反正就有熟人嘛，就有熟人。有些財產啊用。對，啊，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中風啊，對，叫做中風，17年嘅人叫做中風，中風嘅時。因為佢然後佢係佢生意全部很輕細嘛，全部很啲讀幼稚園嘅對吧呢？他跟他撫養到哇，都胎咧，對他幫他帶大的，真生你的禿胎哦，禿胎，佢真係禿胎，很偉大。結果一中風，一中風哈，佢生意是他講嘅親母親，他如果有看電視，他應該可以看到。應該可以哈。有乜人講呢？佢生意呢，哈，同阿姐腳出去。哎呦！真的，他把他的包袱哈，把他的衣服全部打包好，丟在門外。搶家妹搶用人腳出去。對，伊來腳出去哦，佢禿胎呢。對，咩啊？佢爸爸唔係中風誒。中風就唔係甜痛啊，那個時候要人家照顧嘛。對啊，應該親戚有年紀了照顧佢。但是他們不這麼想，他認為說想要留下來分財產，在家裡可能會是一個怎麼樣啊？係啊，那記住會影響到佢嘅財產嘅多少啊？對，那記住打電話幫我，佢講，我用半夜講，你就企到門口，等佢聲音嚟轉，開門，你就過落去，我做嘛做唔得，第二待17年嘛哈。然後他跟他的小孩子就溝通嘛，溝通。
佢一公用佢都唔本記，一公用就唔本記。那人哋就想講，因為我們也不是說要給他錢啊買東西，我就同阿姊講，你就嚟講17年，1年1萬就好，那17萬來，我就借。按 sale。我跟你講，他們那一家子連17萬他都不肯出，17萬佢都唔肯出，真嘅呢唔肯出，唔肯出都未嚟講，唔肯出都給帶都給拿出來。後來我姊就同我講，得帶1禮拜，個生意冇法度，就拿17萬本給，也就出來啊，就這樣啊。就這樣，後來他孤獨一個人，也是成份咩青菜哥講實在，佢一定係會嗌同阿天意阿姊安尼演出佢嘛嗬，因為佢本身賺啲錢嗬，就印踏出來本來就4年咧，都後背全部身邊冇半點錢，真嘅冇半點錢，後背就會嗌同阿個天意阿姊嗬，咁樣不嘅。但是我未想過咁樣唔係用佢嘅方法啦，因為佢下外地嘅關懷據點做總幹事嘛嗬，那外地有那個台北的紅道基金會，有在那個嘛嗬，紅道應該有聽過吧，很出名嘛嗬，他都專門幫助要的無辜的老人哈，那我就拜託他，就拜託佢，好，那個小姐待遇哈，她真的很好。後來佢就人來對啊台北，因為佢屬於台北咩，所以對啊周總，好然後跟他跑了，後來1個月補助到9000塊，一張月補助都9000塊，對，然後他每天都會有一個志工。陪他，真的從早會陪到他晚，就是他一個志工專門負責照顧你姐姐。對，真的非常好。這個紅道基金會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我很感謝他。那個照顧他的叫周大姐哈，我們還有在聯絡哈，非常非常要。紅道基金會真係做了親後哈，所以你姐姐後來咩身體冇爽快，佢將攀岩照顧啊。對，因為佢哈，其實他自己有得癌症，但是佢冇同我哋哋講，就講身體冇好，但是我哋哋冇一直質問他說你到底是怎麼了，就知道說他身體不好，是直到有一天他去醫院，去醫院因為可能怕。渡唔掉哎，去醫院那個志工陪着他去嘛。去嘅時嘅欣賞嚟講要帶煙，但是我姊就唔帶煙，佢去甲偷保護佢就變轉去，變轉來嘅安撫吼，佢就過身咧，過身都佢帶嘅屋卡。對，是那個志工打電話告訴我，我才知道。張迪講，幾年前真嘅，要10年真嘅過多。真的，這是我最遺憾的事吼。主要講，因為頭擺帶上下，因為農家人成分咪親好嘛，姊妹感情，但是親好，因為佢咪冇出過國，我媽媽咪冇出過國，所以我哋就要商量講，姊妹要拖鄉下出國遊嘛，結果就冇鄉下出去到，佢就過身咧，呢係我最大的遺憾，錯，係咁樣嘅。對啊，姊妹嘅感情哈，真係個從細咁樣培養起來。係啊，但是就是一殺一塊命，你也唔想到講這個姊妹嘅命係很辛苦。佢可能咩講到特殊利益，一張就要用暗瞞着你們，都親密都冇一本就受了照顧嘅。就會咁樣顯咧。我想一本就添麻煩這樣子。其實孫女也他事件來算還債啦，係啊。哦，亞仔真嘅很有愛呢。對啊，還債哎呀，佢做善呢，係啊。佢另外一個世界咁啊，過到行下快樂。佢來倆一生，然後要分享愛的。對對對。但是佢愛吃到佢嘅想法去講，愛哋下就係還有老妹阿姊，我老佢做好事啊。後事真的後事，我們都幫他弄得很好。對，好，多謝你朋友哈，謝謝，謝謝，真的，所以真的小孩子就這樣，你從細啊，你用嚟對待兩個4胎女，
声音也不宽的，也不宽，因为就身教嘛。身教，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的孩子一定很孝顺，还不错啦，还不错，对啊，还可以啦，对，目前对我。不会打我，不会骂我。老的时候你就放狗养他。老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不会啦，轻乖啦。哦，来，沙来。沙来，嘿，唔全云带来平白。来，躺了啦，歌词的内容这终于要你这个按出来吗？放身上面，是他讲你看到人家就按穿裙女装啊嘛，你去问莫真啦，就会想到，因为以前来的呢，来的会买那个事情。哎呀，东哭，什么太高，爱叫的感觉。唱个跳那呀，都一堂这种酷劲跳样哎呀。冇声音在那阿特。
不会讲苦啦。哦，讲了歌词的内容哈，你这讲来调价，讲来调价，哦，你调价出来吗？哎，望成3年。哎呦，一大细点点。57岁过生。哎呦，按好爽。对啊，就会讲哈，你做乜嘅事情，大家再不讲啊，讲及时，其实来感觉。真嘅爱你付出了动态嘅代价的时候，你这样地讲，乜嘅真嘅爱及时，真嘅，平常时就是抹上很多因但是你真的发生事情以后，你知道吗？哎呀，这样点遗憾，早知道，对啊，千金难买，真嘅，古上我感觉讲，冲来调价啦，佢因为佢做化工嘛，佢条路係化工，古做化工佢嘅工厂啊，就要遷去較偏遠嘅所在，然後條價是賣去嘅桃園嘅海湖。家我條價要等於上班啦。幫你都點嘛？有時候你愛用越南嘛，越南是多改片買貨，買貨就是大概。你自家要舞台劇乜嘅事情？分做2梯就。分做2梯我感覺講家下嘅桃園之間要蠻開嘅時候，嗰時候嘅距離就要較遠，要較遠，大家就會較難事。這分割2梯啊呢。係啦，我按只見面按用。係啦，幫你哋講嘅艱苦嘅上特別來看片家下。因為佢家下佢開刀，因為佢食道癌，他食道癌，最後喝酒嗎？沒，我感覺係佢化工的關係，他佢化學嘅原料，我感覺係我自家感覺啦。佢按用上來特別醫家下，一開始我係搶康復啦。你到底康復，佢有風起來冇風起來，康復要唔會去勉強他。佢就3年又個開加一擺。是講佢這隻都是破到綿。哎呦！家下張地講事態嚴重，你冇生病下來。先照顧親身。全程，但是10個人員全部都是驗。佢點啊驗菇？佢搶驗菇啊！有眼露台啦，有眼露妹了，太講啊妹，太講強下係啦。是講我講真嘅，我係同鄉親朋友講真嘅，做乜嘅事情及時，唔好講係無限嘅下禮拜，我教下高量嘅真嘅天公應用版冇問題啊！正經上嘅做就繼續去做。你沒有親身自家去體會到哈，是不會講聽啊。我感覺時間就是一個良藥啊。對了，慢慢的時間呢，慢慢的過，你才會忘記這種痛苦。係，冇嗰種嘅苦哈，你自家冇親身。講兄弟姊妹，父母，我感覺公婆真嘅。情感苦嘅，這種痛苦唔一段時間就能忘記，其實唔會唔記得啦，就會講你有輕多嘅事情會做，其實慢慢的不會熟起來，可能有喪時夜深人靜，某些特定的日子，你可能會想到，就像佢每衝2條狗嘅，就會叫起你嘅回憶。係，我盡量冇去想佢衝。佢變到嘅節目，我咪唔敢去啊！我到底下咪去看佢。真係啊！佢咁你項目呢？冇啦，我講佢嘅最後的別墅，佢的塔位啦。你都沒去看他？我唔使去講，我唔敢去，真嘅唔去啊！佢報名佢。養病嗰段時間啊，嗬，嗰隻合適啊，因為佢驚不吵動啊，佢衰合適，我同講佢合適嘅門啊，全部關你唔敢開。後面有個去年嘅5年節，我嚟同我講媽，端午節又有年假，你窮下同窮下變白白嘅東西，將打開來，將同嘅東西鑊題啊，拖延嘅鑊嗬，我唔敢去整理，我全部搶你是怕觸景傷情啊？我戲我頭一擺戲啊，家下可以台北換季節，我都講我落去我唔可以叫，我講開門我冇喊叫我，個皮把我變到個餐桌上，你是看那些坐到個，你是太假嘅。這感覺佢坐到個，你是太假嘅，都冇法度啦，冇法度，真嘅。唔怕天天的來。對啊，3年其實
很酸青很短短呢，很标唔得咯，唔过难听无喊啊，嘿老师有青岛洗好做，是讲哎，这个去做舞台剧，去做嘛个生意，是用人分散注意力，分散。啊，不过是他讲你也看到人家就像穿情侣装啊嘛个，情侣装，唔至于唔超会木质啦嘛个，唔超会想到嘅，因为以前我都没安样，我都没会买，没感情情好啊。要做人眼神啊！哎呀，真嘅，哎，我感觉风尘痛苦，真虽然离开辛苦了，不过你都穷下的世界轻欢喜啊！哎，当然啦，对啊，真心相爱很重要，一直想好的事，想好的事，他搞都爱。平常时就等好好公益的，好好公益啊，分散注意力，时间排满就唔会受力很多，烦恼很多。有呀，系啊，谢谢你的分享。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谢谢，好，回头休息。哎呦。看以为一路管的人有忙，三个月太嘅人也艰苦，很难。想唔到呢，礼拜堂有分享呀故事，来，杀好了，杀了，还以为是廖琼友带来3个字。来，躺好了。朋友几号？两位知青1号。哦，清明嗰趟歌词嘛个。
发生强言，一路飞是少太。对。也48岁时节其实卵巢癌末。你讲妈妈嘿，然后差不多做5年的化疗还有治疗，就跟着。还是没有医好，没医好哦，对啊，对，有的人迄身体有那个冇爽快，但医院有可能有好起来哈，有25%因为25%都就会医冇好。这款供应的个呢，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对，你太慢发现了啦，安后伤呢，那真的很遗憾呢。所以啊，我最遗憾的是，就是我没土地出国医疗，医疗内疗，可是他也还好啦，我爸爸。也有土地去美国啦，还有去加拿大，因为冇全一家人供他出去工就错。我老母是空姐，长荣航空空姐，所以他有机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直系亲属的机票相对便宜，相对便宜，对。然后去美国啦，去泰国啦，对，大陆都有去。那有去了很多国家。问题是我没带他去啊。不孝女。而且问题是才53岁。而已，安后伤。对啊，真的人生讲真的，也哈人讲呢，以后按进步，切冇70-80岁冇乜問題啊，對啊。好照顧啦，有常時人家講原來也講啊，冇買事情，個西平就會變太平啊。有常時這樣。不過他也很放心我啦，他過世20幾年，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夢過他。哎呦，對，是哦。他有說啦，他就說。我不会给你们梦到，因为我觉得你们都过得会很好。他看你的样子，是真的是没有梦到。看你的样子，我有可能是睡得很死。他可能去更好的地方，真的。他没有对我们就是很放心。对。对啊。听说什么小时候你煮，应该是哦，妈妈的故事。对啊，去剥皮的时阵，我想到这当好是头啊，我伊买个虱目鱼头啊，我就煮，我应该学在台南不是很多那虱目鱼头嘛，我学煮，结果那艺人，我妈妈让我讲一句啊，佢讲我没有当好食个头呢，系因为你都是好食肉。所以鱼头它都全部卷起来自己吃，还有鱼骨头旁边的屑，对，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喜欢吃鱼头，对，今天给东虾啊，东虾啊，对啥？对，妈妈都会把那种最好的留给子女，对吗？对啊，这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这样，小孩子看妈妈每一次忙完，家里都吃完，他最后就捡那个鱼尾吃嘛。妈妈，原来你喜欢吃鱼尾啊？那我长大努力赚钱，我买鱼尾给你吃。妈妈听了也是百感交集，又安慰又觉得，这个小孩那么孝顺，但是我是因为要留好的给你们吃。对呀，我妈妈很会煮菜啊，就煮尾剪给他一个人可以去煮5张桌的那个菜。以前我们有大蒸笼，所以说真的是文武全才。很厉害啊！他剪给他全部没学到，剪白好，他想，妈妈。因为什么东西很好吃，我老公讲，你妈妈煮那个鱼汤很好吃你煮看啊！我说那我等一下我要拔杯模拟下来空间不煮，且我全部没学到。你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啦。没有，我真的一点边都没有学到。不过他很伟大，他也很有爱心嘛，对吗？对，也是这个照顾老人家，对，把这个很有福报的，就是现在把这个心放在照顾其他人，对，因为小孩子都长大了，对，你的福报家人一定都会享受到。你现在造的这个福，小孩子都会接收得到，真的好，太伟大了，谢谢你，谢谢安迪生，对，回头休息哈，对，哇，今天真的不管听到流行组的，还有那些传统组的分享，的故事，安也有分享了哈，对，当然是。
我讲呀，感觉讲真的，这大白讲的3不5时，爱要及时。你有时候一直想要说啊，送家长什么，送什么，冲动就去做，就去做，你不能想去玩就带去玩。对，结果你最后只是送他一程，那个其实反而。真的很遗憾，就会觉得不过尬斯公正经有上人生难免嘛，你就是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对。多段有的事情没强用，你要自己好好过生活，养对过去给你是来讲，你好好过生活，没给一梦宽斗的事情。过时候太几个加油。对，好。这个我们还是要正面的看待我们这个生活了哈。好，按摩不要的过往的事情所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对，我们好好收起我们的回忆，是，偶尔拿出来想一想。我们还是要继续唱歌啊！唱歌是唯一最好的健康防范啦！好，从各位朋友夹了报名。打电话来，66667浪，传真电话11777813等台就打电话来。冲哥，这边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欢迎呢，阿妹，多谢。是蒙古比好朋友的观众，大家加油！谢谢。是蒙小康老师喊荧光最欣赏，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蒙天宠的广东演，辛苦嘞，开始吧。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天的正式主干呢，老年大对头。